吵啊！再接着吵啊！这宅子是我裘贵的私产，你们想进去，凭什么呀？都是一群刁民！哼！你不敢给我们看，那就是心虚。让我们瞧瞧。怎么着？拿着这么几个家伙，想反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根据大清的律例，私闯民宅就是强盗，我可以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给宰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乡亲们，反正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裘贵，你有种就把我们这些灾民全都杀了吧！杀了吧！杀了吧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后退！往前后退！住手！看见没有，刘大人来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别起来！起什么起？都吵什么？闪开，闪开！姐夫，姐夫，你可算来了。不能相信他们。官儿说的话都不能信，对眼见为实。记住了啊！都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他来了，看他有什么要说的。看他怎么说。他带了这么多人，看他怎么说。看他有什么解释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这么晚了，大家来到裘府门外，所为何事啊？刘德昭，你把朝廷拨下来的大批赈灾粮、赈灾银子，通通的转移到了你小舅子的庄园来了，却欺骗我们说朝廷赈灾不利。你这个欺君罔上的骗子！骗子！吵什么？都吵什么？给我闭嘴！骗子！骗子！你这简直是在造谣！若是引起民变，你吃罪得起吗你？哼！他说我们造谣，在你小舅子的庄园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堆满了粮食和银子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胡说八道，哪只狗眼看见的？你亲眼看见的？他肯定不这位老者，难不成你开了天眼了？你可以隔墙视物，又难不成又在胡搅蛮缠？你这臂膀之上生了翅膀，可以飞越过这道院墙，到库中去查看？我跟你说，不要再造谣生事，否则本府即刻拿下你。刘德昭，你少吓我！就在1个时辰前，有2个蒙面大侠，带着我们2个年长的灾民，翻过院墙，去庄园里的仓库看了看，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呐！快看，乡亲们，你们看，真是大冷呀！这是我刚刚在庄园的仓库里随手抓的粮食。对，我这里的大米也是刘德昭小舅子庄园里找到的。为什么给我们粮食？你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乡亲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2个蒙面之人乃是江洋大盗，甚至是前明的余孽。胡说！他们想利用这次旱灾，煽动灾民闹事造反。他们才不是江洋大盗，更不是什么前明余孽，他们是替天行道的大侠！大侠！大侠！反倒是你，巡抚大人刘德昭，你和你们那帮狼狈为奸的官商们，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！你们虽然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却上欺君下欺民，你们比那些前明余孽对大清的江山危害更大。对，祸国殃民。姐夫，好，即使他这院中的仓库之中放着官银官粮，
你怎么能说就是朝廷调拨的赈灾之粮呢？这个刘德昭，对呀，你们听着，我裘贵就是这太原府最大的粮商，我的仓库里有粮食，奇怪吗？那也是我花高价从别的地方买来的，与你们何干呀？花钱买来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你这粮食是从外地运来的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从何处贩来的？是从湖北。湖北。大伙看看，对呀，顺便把你们进货的账本都交出来，让我们一一核对。对，打开仓库，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，交出账本。郭儿啊，此人身份可疑，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。是。打开仓库，交出账本。他们要抓你。你放心吧，以我的功夫，他们根本奈何不了我。武林高手就是任性哦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！除了粮食，我们还在庄园的一处银库里发现了几十箱白花花的银子。大家看，看，刘大人，我看你和你的小舅子如何解释？姐夫，这个事儿，怎么样？让他说，看他怎么说。你们大家说完了吗？好，说的不错，确实是这园中的仓库确实存放着部分的官银官粮，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，官府的仓库年久失修，是漏风漏雨啊。故而，本府就借用了他裘府的仓库。那就请刘大人开仓赈灾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，放银放粮。对，乡亲们，让他放粮，放粮。乡亲们，我跟大家说句实话，这些放在里边的官银官粮，并不是朝廷下拨的赈灾的银粮，这些乃是我太原府1万驻军的军粮军饷。啊，他说这乡亲们呐，军粮军饷，岂可煽动啊？刘德昭，你凭什么说这些是军粮啊？我刘德昭乃是山西的巡抚兼兵部侍郎，这山西的军政要务都由我来监管。这些银两的性质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休要再次胡闹，再要胡闹，那就是造反。造反！
来人呐！在。将这几个带头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是。这个就是带头的。凭什么抓我们？凭什么抓我们？你凭什么抓我们？请把人拿走，大人保护主子。主子，您不能冲动。刚才探子来报，刘德昭调了一队地方兵来保护他自己的庄园，我怕他狗急跳墙，对主子您不利啊。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听我说啊，本父我心疼你们大家伙儿啊！别听他胡说！我刘德昭说句掏心掏肺的话呀，这院中囤的都是军粮军饷啊，谁敢强拿，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，杀头之罪呀！方才逃走的那几个人，他们乃是前明的余孽，他们是想利用这次旱灾，想借此让大家闹事，那是忤逆不当，那是要造反。本府只追究这几个带头之人的罪，其余之人如果在片刻之间离开此处，本官既往不咎。如果说还不离开的话，那本府就把他视同前明余孽，格杀无论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呦，姐夫，今儿亏的是你来了，你要不来，我太闲了我。不是你说你这小子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？啊，孟护卫说了多少回了，你这庄园之内的机关只能对付一般的盗匪，对些高手那是形同虚设呀。不听啊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行行行，我呀立马加派人手，然后找孟护卫重新布置。哎，今儿个孟护卫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我派祥和去舒府打探消息了。如果这个舒婉心要为难咱们，让这个钦差大臣给咱们出难题的话，到那个时候，就应该送他下去陪他爹。我发现我跟你小子都学坏了。哎，姐夫，我哪儿成啊？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样？不太顺利。没想到裘贵名下的产业那么多，我好不容易才查出来，舒婉心被关的地方。本想着天黑了再把她给救出来，可是没想到在天黑之前，他们就把舒婉心给转移了，害我扑了个空。把她转到哪里去了？听说是准备送给巡抚大人尝鲜啊，现在应该在巡抚大人的府上。可是我不知道巡抚大人府上的地形和位置，所以就先来找你。他们把舒婉心交给了刘德昭，难道舒婉心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吗？应该没有。估计舒婉心知道刘德昭和他父亲舒建是死敌，所以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如果刘德昭见到了舒婉心，会不会认出她就是舒建的女儿？应该不会。像这种官宦家的小姐，平常是不会抛头露面的，更不会让刘德昭死对头看到她。那就好。师傅，你暂时还是不要露面，以免这府上的人认出你不是舒婉心从家里带到宫里的嬷嬷，惊动了康熙。我明白，我现在就走。